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俗语咧讲，食无三杯用菜，就要上西天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一个人无脚踏实地，无照步来，想要一步登天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用读用用第三条。用就是用菜，这是一款花草菜色的名，是酸花科康牛属。经咱一般讲甜是康心的，常在出现伫咧高温、较湿热带所在，因为正高发，嘛是热天重要的菜色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字。头一个，咱做伙来看到用，就是讲用菜，也就是康心菜。第二个咧是食无三杯用菜，就要上西天。伫咧佛教来讲，想要上西方极乐世界，需要守戒律，也就是爱修行真久的时间，用心来念佛，念到一心才有机会往西方。若是讲家家食三杯用菜，根本就无可能修炼成功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譬如人咧讲食无三杯用菜就要上西天，学习是无可能一步登天，也需要一步一脚印，脚踏实地才有影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作用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